每年的4月4号儿童节是所有孩子们最期待的日子。秀林乡长王玫瑰在儿童节前夕到乡辖内各小学含附设幼儿园致赠儿童节礼物，发送计920份环保保温瓶，校园充满欢乐的气氛。我们秀林乡的孩子不仅是会运动，我们也会读书，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来回馈我们的部落，回馈我们的社会。在这里祝福我们小朋友儿童节快乐！非常感佩我们的公所能够把环保这个意识带到校园里头来，所以我们小朋友也会随身携带这个环保杯，让为地球尽一份心力。本所为配合政府节能减碳宣导及响应环保政策，近年来透过赠送儿童节礼物，准备了环保餐具。今年乡公所则致赠环保保温瓶，借此希望能够将环保概念向下扎根，避免使用一次性的餐具，用行动爱地球，爱我们的家园。最后，王玫瑰乡长强调，在校做一名好学生，在家做一个好孩子，在社会上做有贡献的公民。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把握正确的人生航向。秀林乡公所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儿童节快乐。秀林乡公所雷宣主报道。